继续来看云林斗六一间车行发生抢案。这个头家当咧甲人客收买车的钱59万的时阵，突然间冲入来3个少年人，甲喷这个辣椒水要来抢钱，双方起相演起相拍，但是也是去互对方走去。警方真紧伫3点钟内就来破案。原来这3个抢匪甲买车迄个人客是共党的，毋若甲车驶咧走，嘛甲钱抢咧走。车头家走去派出所报案，伊的手有受伤。伊讲当时人客甲买车了，交付车款59万，有3个少年人雄雄冲出来，甲喷咸椒水抢劫，把我推倒，他就要抢夺我交车完的现金都放里面了。那应该是辣椒水了，就是喷到我脸上，就是酸痛啊，就是。这个头家全力反抗，要么又愿和对方抢走29万块，本来要买车的人客嘛无看的。我那时候准备要去邮局存钱。他说他刚好去厕所，就这么巧这样。警方伫3点钟内就抓到抢匪，原来这3个少年人甲这个买车的人客是共党的。这个计人客讲要放牛，是想要和车行承担所有损失。因为他已经交完钱了以后被抢所以在这个钱的部分车商他自行要负责了。案发前，这个计人客有驶车伫店门口伫了解地形，买车佫调工无要汇款，是用付现金的。后来就叫共党去抢转来，也阁互警方看破骹手，3点钟内就侦破这件自导自演的抢案。